私家偵探，我嘅工作就係發掘秘密。嗰個女人嚟報警，話個男嘅打佢，個男嘅話個女人俾老婆佢打。Sir，南河村又發生咗單命案，受害者正係俾 CCTV 我哋嗰個居民。我受呢個死者嘅未婚夫所託，去跟蹤死者。然後，黑 Sir，你唔係咁老土懷疑我啊嘛？我冇運行，你一樣冇。警察沒有什麼不可以做的。如果有人同你講話你老婆有外遇，你查唔查？你想點啊？你問我想點？喺呢度問。離婚啊嘛？唔嚟，唔嚟啊！你說你是私家偵探，你怎麼會沒有留下來，選擇離開？我懷疑佢同南塘嗰單謀殺案有關。你黐又玩到咁大，如果搞我屋企人，我一定殺咗佢。你信唔信？我其實冇出軌啊！